世界障礙競技錦標賽，港長有好消息喎。黃敏婷成為咗世界冠軍啊！喺女子組100米奪金。接近鏡頭嘅黃敏婷喺20到39歲組別，第一日咧初賽以首名晉級，去到第二日需要喺1個鐘頭之內連鬥16強、8強、4強同埋決賽。100米嘅賽事，選手要通過11個連環障礙，包括咗平衡木、吊環、網底滑行、繩索飛盪、高牆攀越等，結合速度、跳躍同埋攀爬技巧。黃敏婷去到後段再度超前美國嘅代表，最後以新香港紀錄48秒21歷史性奪金。日前滿31歲，佢話係最好嘅生日禮物，並且感到無比激動同埋自豪，希望激勵更多人參加呢項運動。好激動，好開心，即係完全係冇諗過嘅畫面。即係呢一刻好似夢想成真咁樣，好似呢8年嘅努力喺嗰一下拍鐘嘅瞬間，突然間見到我自己真係贏咗嘅時候，好似有個交代，就係你呢8年嘅努力其實係冇白費，一直都冇放棄到呢個運動。咁希望更加多人認識啦，亦都俾更加多人知道，其實香港嘅運動員喺海外比賽，其實佢哋個能力係一啲都唔差嘅。